台湾话艺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你知啦吼？伫北部广播界节目做甲足好的阿国啊，阿公兄，因为名甲我共一个国，我拢叫伊共国的咧。结果入去到伊的办公厅，尔所看伊油头革面，我讲公兄，等你是安那？哦，近来都吓较大头壳啊你。这社会上一句咧讲喊的，哈大，就是讲经济上近来真困难。啊，咱知啦，壳头前壳后壳有够两倍，哪有可能讲欠钱欠甲头壳壳出来？人咧讲趣味的嘛。我讲兄原因是安那咧吓甲大头壳，啊，着人拢用迄个歹的产品咧甲我拼介绍，一寡听众朋友拢互扭去，无人咧甲我交管理。我真甲因讲兄，莫讲吓甲大头壳啦，人咧讲啦，朋友知己的坐无啦，你若客欠，甲我开喙。这无啊，无你有法度甲我支持偌济？这无啦，少嘛免讲。国情啊，啊你们咧甲我糟蹋甲口舌，人社会流传一句话啦，你若讲假，我嘛欢喜。有数嘛有咧死呢，有数嘛有咧死。咱社会一句趣味的话，有数日本话意思就是假嘛，有咧死就是欢喜嘛。啊，人用日本话转变做台湾话流传趣味的言语，就是制造一个效果。讲你就算讲假吼，我听到心内嘛欢喜，甲安慰一下，敢毋好？结果我甲应翻头，我讲交情好甲死钱行的莫提起。你若真正有困难有欠，看吼，去迄路头路尾吼，讲小傻一下，做强啊，也是讲较勇敢的，出去拼一下。啊你安尼教我即个歹步，对啊，教你即个步吼，较紧互政府请去食免钱饭。咱知啦，食免钱饭。食政府的，迄毋是好代志呢。社会咧流传即句话，原来真趣味，伊幕后的意思，解说拆白，就是讲吼，爱掠去关啦，才会以为兄弟人，即套人讲爱掠去笼仔内，安尼毋才有做食免钱饭啦。朋友，这拢是社会上互相伫咧流传，毋知虾米人说出来，头壳足有变巧。才有法度想即个，你一听就感觉讲，我的头壳小叮当者，小转者，才知影意思。毋过咱想较铁的时，会感觉讲，袂输敢若伫咧讲网加共款，有较含哦，有较含，你就听到会笑，你就会理解台语趣味的元素。